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讲两件代志。大生最近台中一中发生学生甲老师冲突的事件，有学生录影上网。咱知影老师的态度受到侪批评，总是教育现场，阁有啥物款问题，值得咱来注意，维持学生甲老师的权益。 过来，电视影集制作期间发生工作人员跋落山谷的意外，咱得唔敢，嘛着爱来注意，影视工作人员这度面对的压力甲风险。劳动部劳基法安怎规范影视工作人员甲资方的关系，影响到因的劳动权益，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同地来探讨。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张玉明理事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黄德英律师。主持人大家好。大生冲突现场的影片，咱到底来看。刚刚这一组讲南管北管，我只是跟他们讲说那是高二音乐课本，就一副不高兴。现在的学生是这种态度。不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我们琪琪要特地来做，然后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然后跟我们说一句，因为它是高二的东西，然后我们全部删掉。 然后这样子不对吗？然后我们现在做这在做个屁哦，那我们不用做了啊，因为全部课本上，我们上课本内容就好了，我们自己读就好了啊。我们有需要做报告吗？不需要。现在的高学生是这样，我说高二的课本里面有这个内容，你们现在就讲高一的就好了。不是啊，因为这是报告，我们想要介绍。那你觉得你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吗？没有，所以我们上面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很多，我们只是放个影片，然后大家介绍。有一个班里像你们这个样子吗？ 像你们这一组这样吗？有几十个班组，有像你们这一组这样吗？我叫他们删掉南管北管，他在那就说我怎么样？对，其实可以先讲也没差了，可以先听的。对啊，我们只是介绍，我们没有说我们要上课还是怎么样，这只是个报告。然后那边牵亡魂，不是，而且不高，在上课内容这样，我说不行，你要退下去了。 台湾的文化部来说，签完文是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那你来上课嘛，你来当老师嘛，你去考教师证是吧？这是一个报告是你给我们的时间不然我们都不要做报告了啊。你这是对老师的态度吗？你这是对老师的态度吗？现在的学生可怕到极点。好，观众朋友提醒大家，这唔是。 全部的过程吼，总是咱来请教理事长，老师情绪管理无理想的时阵吼，会建议学生囡仔安怎做？其实咱伫学校内底哦，嘛是伫一般是公司也是社会内底嘛是共款。你若是拄到即款的代志吼，你着家己爱保护家己。所以这学生足巧的吼，伊着摕手机啊吼录影。啊，我是想这是真正确的代志啊，因为你若是伫一个公司吼，有一个头家，伊定定咧生气吼，定定咧就是找茬吼，找你麻烦吼，你嘛是爱家己保护家己，你着家伊录影，还是讲录音吼，就是有一个证据，安尼以后若是有啥物，就是讲甲即件代志共款嘛，这是一个冲突。 啊，你若是平常时有即种较危险，还是讲以后可能会互相走官司这一条路径啦。是。那法官就会甲伊问讲，你有啥物证据？啊，你就会使家己保护家己。啊，若是你啥物拢无，啊，上尾啊，就是讲大家比谁拳头比较大。我是想讲，这是咱以后学生爱。 老师嘛是安尼啊，伊嘛是爱留有证据，对彼此都是一个保障。是，咱来请教律师吼，看拄则这个影片的过程吼，用法律的角度来看，你会安怎分析这个情形？确实吼，像拄则理事长所讲的，讲学生即马拢真巧，会晓用这个手机啊去录影，确实一寡冲突的场合，常常拢是啊，你若无录影。 到尾啊，就是一人讲一款话，到尾啊，法官无法度落做判断，所以学生囡仔录影，这个应该讲这个事件会变做大家咧讨论，是因为伊甲这个录影放咧网络顶悬，所以全部的人台湾人拢看到啊，大家感觉讲哦，那老师的态度是安尼，来起来探讨。其实伊录影吼，无一定爱放喺网络啦。我讲如果一般的情况，
录影是一件代志，放喺网络是一件代志，所以你若录影是先保护家己，啊要放网络，无爱放网络是另外一回事。即个事件内底吼，你看到即个老师，即个音乐老师踮咧中一中内底即个讲法，其实迄个学生囡仔咧主张，当然嘛有一寡用语较激烈啦，但是学生囡仔伊咧主张是讲，啊伊咧做的报告内容，你哪会使讲啊？老师讲啊，这就是高利啊，你袂使去报告。所以伊咧甲老师是咧讲啊，咧吵讲啊，这个代志敢袂使报告。所以老师踮咧内底的情绪的这个算是较无稳定。今仔日我看中一中嘛，校方嘛出来说明讲啊，这个老师愿意甲因下室的啦，情绪无好。但是我安尼讲是讲。你即个过程内底，你会使看到长期台湾的教育吼，拢有即个老师要求，你敢若落命令的即个方式，你甲学生囡仔讲啊，你袂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啊，学生囡仔若留啊质疑咧，哦，老师迄个脾气就压起来啊，这是真好、真歹，过去真歹的一个现象。踮咧即届的即个冲突内底，看会出即个情况。当然，即马即个老师讲愿意讲伊情绪无稳定，要回室内，我感觉嘛是正面的。那对学生囡仔来讲，就是讲你踮咧报告的内容内底。如果你踮咧遮受到一寡应该算是委屈，伊透过即个网络的方式，甲全部台湾人拢看到，伊其实嘛是一寡法律风险啦。我讲法律风险是啥？当然可能有即个肖像权的问题，就是讲即个老师无经过伊的同意，伊家伊的即个伊算伊的即讲话等等的，即个形拢甲放喺网络顶悬。肖像权是一个民事的法律责任啦，就是讲，伊若讲无经过伊同意用伊的肖像，伊当然有可能讲啊，老师有要去告学生无？但是即个我安尼讲吼，就是讲肖像权也好，也是讲有人咧讨论讲，这是毋是有即个著作权？就是讲老师咧上课的即个内容是毋是有著作权？这严格看起来吼，迄毋是上课的老师若咧讲课吼，伊有即个讲授的著作。但是这毋是咧讲课的过程，伊是冲突，所以伊可能无著作权的问题。肖像权可能有，但是肖像权踮咧遮的评价非常的低。一般来讲，若讲肖像权要搁去用主张，老师若跳出来讲主张，通常会判较赔较侪钱的，拢是一寡有名的人，伊咧代言咧做一寡商业使用。这个案件内底毋是商业使用，是这个学生咧保护家己的权益，所以伊要对社会来做发声。踮咧遮，这个法院的应该是讲评估吼，会讲即个老师伊本身毋是有名咧做商业行为，啊，即个学生吼，伊嘛毋是用即个影片咧趁钱，所以踮咧遮的即个有可能虽然有即个肖像权的即个民事的责任，但是有可能无一定会赔钱，甚至是赔足少的，所以踮咧遮的法律顶悬，我看到中一中即2天的新闻，伊讲着讲啊，这是毋是讲要求学生要甲即个影片抬掉，家己抬掉，等到这才有法律刑事的责任呢？因为学生囡仔伊要甲影片翕落来了后，放咧网络顶悬，伊就算去影响到即个肖像权，这老师要甲告，伊嘛袂使讲学校讲我强制你甲即个影片落来，你强制学生甲影片抬落来，即个强制罪，等到咧刑法顶悬有处罚。所以我看台中一中囡仔已经声明讲啊，无，阮无强制学生去要甲影片落来，阮干那讲尊重学生囡仔踮咧影片要传起的即个权要落来无，学生家己决定。如果是即个情况，可能都无刑法的问题。是，接续即个问题吼，若是学生咧报告的时阵，老师讲你袂使报告这，你即马甲我点去，安尼敢有符合法律？可能我安尼讲吼，无一定符合法律啦，因为老师伊的专业自主吼，伊可能踮咧甲学生的即沟通，也是咧协调上课的内容。当然老师有一寡权会使做一寡决定，但是当学生已经开始做报告啊，伊只要咧即个大的题目内底，伊要报告，就算伊报告较高利的物件。你嘛袂使讲用吓的啦，用强制的啦，讲你物件拢甲我抬掉。这踮咧内底吼，有一寡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的权益。如果当你要报告啊，结果你影响到我可能未来，因为你报告，迄学生囡仔有讲着嘛，讲伊本地所准备的才内容，因为老师要求伊抬掉了后，伊剩10分钟的内容通我报告，伊尾仔开始念课本。对学生来讲是啥？我报告的物件大部分叫你抬掉了后，我有可能我的成绩会受到巨大影响嘛。那成绩如果受到巨大影响，咱台湾即马现主是高中生咧救济，伊法院的即个事务见解吼较保守，伊讲你爱变退学啦，较严重的。这咱稍等下再来讨论吼。咱看到这个事件有老师甲学生权益的问题，嘛有法律面顶的问题，这个报道咱即马来看。
学生甲老师吵袂煞，过程我互其他学生翕落来，放伫网络，引起外界讨论。学校经过甲学生、老师沟通调查原因，学校表示，老师是因为学生伫报告时阵直接读课文，一时之间才情绪失控。老师对于他自己的情绪控管，他也觉得非常的抱歉。他们认为他们觉得这个牵网歌，他们觉得有兴趣，他们觉得这里面应该是可以让他们好好来收集资料来研究。学校经理代志经过表示，老师有明确要求学生针对其中一个部分做40分以内报告。不过老师先检查发现报告当中有关南北管的内容，不是事先规划内容，所以删掉无符合进度的部分。学生表示，对准备的报告被删除大部分感觉真委屈，只好读课文。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师生双方拢需要协助。师生之间彼此他应该要有一个相互的一种互相的尊重。那学生学习用3C，我是支持的。那但是不能乱录影、乱po上网。对学生无向学校反映，煞直接将影片放去网络。虽然台中市法制局表示，教室是公开场所，师生行为也是公开举动，拢影学生无干涉妨害秘密。不过律师认为，老师伫课堂也是有权利做规范。课堂空间的管理者是老师。老师基于管理者的身份，因为录音足以影响老师的教学，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上课，是可以要求学生停止录音。在这时候，学生如果拒绝，可能反而是学生会有违法侵权的情况。律师表示，老师的上课内容是受著作权法保护，录影进前爱摕到同意，而且空间管理者也有权利适当规范。学校会伫15号开校事会议，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这摆事件吼，各界的话草吼。台中一中的教务主任彭家伟讲，这个老师愿意学生来道歉吼。台中一中的这个风气真自由，袂强迫学生把这个影片台掉。这个中一中的校友沈正南医师讲吼，社会上比老师较歹100倍的人在相等啦吼。若是学生对教学有意见，会使思考教育制度，也是讲写意见来反映吼，唔通甲老师大细声吼。这个问题咱来请教李署长吼。这安尼袂输在讲社会真歹，老师先歹起来碰，歹起来啃安尼，敢是安尼？我是想讲，这医生讲甲是无公平啊，因为咱社会内底咱有法律，吼，所以若是拄着歹人，你就会使甲伊告，吼，你就会使争取你家己的自由，吼，家己的权利。但是伫咧学校内底，咱即马咱拄仔有看到，咱教育部伫即件代志，伊完全是密起来，伊无咧讲话。哦，吼，过去的时阵，若是学校内底有即种的冲突。教育部嘛是无咧讲话啊，其实即马咱是有法律咯，是伫学校内底是有规定讲老师要安怎来管理这学生，也是班级吼。就是讲过去咱学校内底吼，老师定就是咧拍学生吼，你若是无乖，我就甲你拍。即马是袂使拍啊，即马这叫做体罚吼，体罚即摆的体罚是讲，譬如讲，我若是爱甲你处罚，爱你徛起来吼，袂使徛超过1节课吼。哦。吼我是想要问讲，这老师敢知影，学生敢知影？即摆教育部有即款的法律，敢有互学校知影？敢有互学生知影？敢有互老师知影？吼。若是大家拢无知影，吼，以后就拄着即款代志，教育部搁密起来，吼，以后就是讲。咱就放任学校甲老师伫咧学校，老师甲学生伫咧学校内底，吼，就是安尼原价安尼上拍。我是想讲，这毋是足好的情况啦。就是我是想讲，即件代志未来教育部会使学习，吼，会使大家讨论思考的是讲，咱即卖的法律伫学校内底敢有够？哦。大家敢有清楚？咱学校学生会使做啥物？吼，老师会使做啥物？若是敢有啥物管道会使互咱的学生囡仔讲取得讲，可能是手册即款的，互因了解因家己的权益。即马敢有遮个物件？即马是你拢会使家己去搜寻。哦。
无一个学生手册，还是老师手册，即马拢无。啊，我阁想要讲一件代志是讲，若是这学生吼有做唔对的代志吼，就该处罚嘛。即马大过以上，我嘛若是要甲你记警告大过以上吼，就爱送进奖惩委员会。啊，这就有老师的代表、学生的代表，大家咧讨论吼，是你做的这件代志敢是唔对的。是啊，若是这老师未来要开校事会议来讨论讲，伊是做唔对代志的老师，还是无做唔对？这无学生的代表，全部是老师。是好啊，讨论的老师就是坐你隔壁的老师，啊，家己咧讨论啊。即安尼制度敢会公平？我是想讲，这是大家会使来讨论的代志。哦，好，咱接续来请教律师吼，拄则讲到这个前大法官孙新淼哦，讲这个有肖像权的问题哦，啊，人权律师卢秋婉讲这个录影的时间吼，老师唔是在教课吼，可能无这个著作权的这个保障吼，总是律师。学生囡仔伫教学的现场，安怎主张家己的权利？确实吼，就是讲学生囡仔，你若讲要踮咧学校内底放一个摄影机，安尼甲上课开始甲录起来吼，有一寡法律问题啦，包括讲上课老师咧讲课，迄伊的著作权，所以伊的著作权，伊当然会使主张讲啊，我无要接受你的即个录影。但是即个案件、即个事件来发生吼，伊毋是一直咧录，伊是冲突发生了后。才摕起来，敢若种保全证据。你保全证据是会使做的啦，就是讲保全证据是我发生冲突了后，我保证证据刷了后，会使无一定讲爱放网络啦。我未来若讲我踮咧遮，我要救济，我认为讲我要未来要行官司，我提出证据咧法庭做使用，这是会使的。放网络是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拄则讲到即个孙大法官有讲即个你甲人影片放起来，对即个音乐老师来讲，你无经过伊同意，你甲伊的即个伤。就出现在全部网络顶端看会到啊嘛，这有肖像权的问题，确实有。但是我拄则就有分析讲，肖像权吼，其实伊毋是商业使用，咧法院的评估可能是无一定会赔足多。就是甲咱小解一个学生在救济家己的权益的时阵，应该安尼讲吼，学生踮咧内底，我讲假设，即马因为即个音乐课踮咧内底去互拍分数拍了歹。是。咱现主司法院拢讲啊，你学生吼，你毋是叫做记大过啦，毋是讲退学啊哈，你这高中生袂使来拍官司，袂使拍行政诉讼，这是咱即马最保守的见解。但是过去大法官解释684号，伊是代学生，伊讲啊，我虽然无去用退学，但是我踮咧学校要主张讲我要打海报，为什么去学校讲袂使？伊就去拍官司，一路拍到大法官解释，什么意思？我头前行政诉讼拢输啦。一路输甲底了后，请大法官落做解说。大法官讲，学生囡仔本来就会使救济啊，伊有权益受到影响，就会使救济。过去的维权的时代吼，甲你讲学校内底吼，拢是伫掌权的人讲了准绳。你有即个法律上的问题，你袂使去救济，你袂使去法院行，你行拢直接驳回。大法官踮咧684号讲，大学生你若出即个问题，就算你无去用退学，你踮咧上课内底有问题，你共款有权益受到影响，会使救济拍行政诉讼。即个案件是中一中，拄啊好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真有价值的例。如果这学生囡仔伊踮咧上课，因为伊报告一半，应该算一半以上去用抬掉，伊若即个分数受到影响，重大影响，当然会使判官司啊。即个拍官司当然有可能咧，行政法院以过去保守的见解，甲你讲，你袂使拍官司，即款迄叫做特别权利关系，迄个关系，你袂使拍官司，所以你一路拢会输。但是大迄个学生就是安尼拍到尾啊，684号解说甲你讲啊，会使，无一个学生，大学生做全部拢会使，全国拢共款。高中生踮咧即个案件，如果伊未来伊的分数受到影响，伊赶快会使拍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可能拢会去驳回。到尾啊，伊嘛使申请，过去做申请大法官解说，即马修法啦，即叫做宪法裁判，所以会使请大法官做宪法的裁判，讲踮咧即个案件内底，学生会使做救济无？所以踮咧内底，学生除了讲第一时间发生冲突，会使即个翕来即个叫做保全证据，保护家己之外，未来伊嘛会使像高中生、国中生共款有即个权，未来若受到无公平的对待，伊拢会使去行政法院一路行到大法官落做宪法的裁判，保障家己的权益。
好，电视机头前的少年朋友，咱毋望大家爱了解到家己的权益，当这时嘛，毋望这个代志会当圆满来结束。多谢两位来宾，即马剧组外景意外事件报道，咱同齐来看。找真久真无简单，才找到摔落去的民众，警消人员赶紧离开边来急救。行伫真假的开沟，搜救人员斗阵救到锁啊，甲2名伤者救起来。由现场的地形真惊真危险，消防人员申请空军直升机来出动，加入救援协助来吊挂。也过2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啊，赶紧送医抢救，最终也是死亡。拍摄团队准备收工的时候，因为摄影师助理在河道中行走，不慎遭到摄影脚架绊倒落水，而摄影师见状准备伸手搭救，但是也一同被拉入水中。再有剧组伫苗栗南庄的新鲜谷，伫拍新戏处境，无小心摔落开谷的是一个摄影师加收音的助理。发生事故了后，主演严阿伦伫面试发文，表示制作公司无予伊合理的交代，甲正确态度进前，会联合所有主演来停工。另外，各界也呼吁爱剧组自主停工，并且重视拍片安全。我们没有在现场，可是据有在现场的人的转述是认为说现场的安全设施是不够的。重点的原因是在于，我是认为有些经费上的问题，他们会为了节省这方面，或者是说没有真正的这种安全的这个意识。新鲜谷因为国片赛德克巴莱处境的加持，真做热门的观光景点，也过岩层落差真大，电视团出事故。这回是不是安全设施无做好，也受其他原因，由有待调查。这发生事故的制作公司铁门救来，伫面册声明有安排专业的救援队人员伫开谷来戒备，现场要定安全锁。对着事故，强调负起应该负的所有责任，并且宣布剧组会全面来停工。记者综合报道。小介现场继续来分享的来宾，邀请台北市电影戏剧工会理事长杨一峰导演。大家平安，大家好。邀请政治大学法律系林良营副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黄依玲执行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这个意外吼，伫3月11的时阵，剧组伫新鲜谷来摄影的时阵吼。收音的师傅甲摄影师两个人跋落山谷来死亡吼。这个治安署3月10日的路检发觉到摄影的地点无准备急救的装备吼，人员嘛无穿救生的装备，即马是违反这个治安法第6条吼。头家可能面对3年以下的徒刑哦。这个男主角严阿伦讲，这个制作公司吼爱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吼，伫迄个进程，甲所有的演员哦停止合作，恳求大家来提升台湾的制作的环境吼。即马咱看到影视界劳资争议上大的3项。头一个是超时工作，第2个是职灾，第3个是欠薪吼。即马2021年11月2号，劳动部核定讲，电影片制作业摄影现场的工作人员吼，适用劳基法第84条之1。咱即马要来讨论，这敢有提升到这个影视人员的工作权益？大声来请教执行长吼，这个法规的改变有啥物影响？是，其实咱即摆看到讲，咱即摆这个影视的工作人员哦，他们的这个劳动条件，其实最麻烦的是讲，他们很容易变成是承揽的关系，就是包膝头的这款劳工哦。所以讲，常常咱咧争取咱的权益的时阵呢，咱会看到讲，伊是毋是劳工这个是毋是上请的这个劳工，甲伊的权益的保障是会甲做联动的。讲劳基法敢袂当去来保护这个劳工吼，其实就变成讲，常常爱去争议，无就去诉讼安尼，才会当获得伊全部的权利啦。那毋过其实咱知影讲，这个代志发生了后，咱其实咱看到的是讲，这已经是足侪年的代志啊，过去拢是安尼，所以讲咱应该去改变哦。旧年的时阵，劳动部其实有去
做一个叫影视业职业灾害预防指引。这个物件就是要来讲吼，咱来叫这个从业人员，伊会当去做啥物代志，去预防伊的职业灾害的发生。因为咱的职业灾害的风险足悬的吼，所以讲这个指引其实就是爱叫大家爱安怎做。例如讲，咱爱聘请一个职业安全的人员，然后在内底看讲大家这个安全的设施设备敢有够安尼吼。这伫法律上敢有强制啦？是，不过对，这个问题就是讲伊无强制性的这款的这个效力啦，而且伊顶头嘛是讲是一个鼓励的性质，讲你若是有经费，你有钱会当请这个人，他就鼓励伊安尼做。甚至讲伊爱去做教育训练，去甲因训练讲因的人爱知影讲这个知识安怎预防安尼吼。所以讲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解决。现在大家即马产业间的一个困境啦吼。所以讲其实咱也是讲预算是大家都会讲的钱无够，那咱的补助是安怎去让这些从业人员事实上有法度会讲去请这个人来。维护大家的健康甲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好，观众朋友，咱今来看吼，影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唔那大哦，因逐工的这个工时真长吼，工作8点钟到10点钟的有22%，有21%，逐工工作10点钟到12点钟，上悬的是一工做12到14点钟，拢总24%哦。另外，阁有18%的人工作14点钟到16点钟，另外有10%的人16点钟到18点钟，阁有4%的人是工作18点钟以上哦。这个工作的时间真正足长。另外，咱来看影视工作人员哦，发生职灾的原因吼，上大面是交通事故，拢总48%。另外有10%是刺伤啦、挂伤啦、挫伤，这是10%。另外10%是跋倒，阁有16%是这个跋倒的这个吊伤。另外16%吼，包括这个火灾啦、爆炸啦、堵水啦、重伤这款的。咱来请教导演吼。亲像影视工作人员这款的工作环境，敢有法度用什么方法来改变这的问题？哦，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先讲吼，现主事哦，就即马咧发生。即马当时阵你咧问我这个问题的时阵吼，就有人用这个时间咧做工课。是。伊就已经可能2、3天无咧困啊。哦，就现主事就即马就咧发生。是。这长期来讲呢，就是一个产业吼无进入的一个状况啊。哦。其实你若照讲吼，咱用一般的方式来想这个代志的时候，你会感觉讲，其实别个产业吼，伊若升级的时阵吼，自动化会开始增加，所以会足侪人力吼会减少，机械就会变济。但是咱这个行业吼，阮即马咧做的这个行业吼，足困难用机械来取代。哦。一定拢是人，拢是人，拢在伫现场。所以变做讲吼，足侪在伫足短的时间内底吼，做一个足大足长的工程。是。你用安尼的想法去想的时阵呢，你就知影讲吼，这升级这件代志吼，对这个行业吼有偌重要。但是台湾无做。是。哦，我会当作负责任来讲哦，就是讲因为我毋是敢伫台湾咧做工课，咱嘛有机会去日本。韩国无就去东南亚，甚至去中国去做工课的时阵，其实根本上因做这个石头的时阵呢，嘛无用遮长的时间咧做这个代志。哦，明确感觉到工作的环境无共。无共迄是一个制度甲社会的风气，感觉讲任何一个人员拢无应该超过你这8点钟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无应该。你若超班哦，咱讲一班一班安尼哦。你若超班呢，照讲就应该有一个超班费。是哦，但是事实上，伫台湾根本上是无这件代志。哦，所以会变做讲出钱的出钱的这个资方哦，头家因遮的人吼，会用足侪方式吼，互你感觉讲你因讲责任制啦。
哦，因得用责任制的方式呢，来甲你讲，你的石头你来做好了，才会当离开现场。是，啊，就无加班费。啊，现场毋是讲一组的人，是几啊组，有足侪人。咱上起码吼，伫现场呢，上起码就有30-40个人来讲，就有30-40个人发生安尼同款的代志。是。啊，而且哦，拄啊，即个小姐有讲到即个签约的方式。咱即个签约方式呢，伊都用一个方式呢，就是讲你是头家哦，你家己是头家哦，所以你来承揽我即个石头。是。吼，你毋是雇员，你毋是雇工，所以劳健保呢，基本上你得家己负责，哦，我无负责。是。所以伊拢咧闪撇讲哦，咱即个法律上的即个责任啦。导演，你讲这个问题吼，若是资金提悬，敢有法度解决？咱讲较坦白的，无。是安怎呢？因为你若用趁钱的方式来想这个代志的时阵呢，因会感觉讲我是假趁。哦。因为我本来这我感觉台湾社会大家拢知影讲，你起来的钱吼，袂阁落去嘛。是。物价就是安尼嘛。是。所以我即马请你这个工哦，我10年前吼，比如讲2万块请你，你敢有法度想讲，你今仔请这个人变做5万块，敢有发生过？足困难的。是。咱对这个工资还是这个物价的感觉吼，伫台湾这个社会吼是有一个台湾在地的想法啦。哦。所以，比如讲你即摆啦做这个石头的时候，比如讲，咱莫讲，甲这个影视业当作上特别。你比如讲，你请一个水电工，吼，来你厝里修理这个马桶，吼，啊，你以前呢是请你一届来4000块，啊，后个月伊甲你讲5000，你袂介划价吗？一定会嘛。是。影视业就是为安尼，差不多10年前的迄个介绍，甚至讲20年前的迄个介绍，拢无去。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影视产业吼有侪可能无符合劳基法的状况吼。即马咱来看影视工作者会当用什么法规来保障因的权益？头一项是劳动基准法，2011年11月开始纳入84之1条吼，伊适用伫摄影的期间，包括准备后製甲宣傳的期間吼，現場組包括導演、錄音、造型、化妝、動作、製片甲場務者的人員，攏適用伫這個勞動基準法。第二個是電視節目製作補助要點，有因為這個交通事故逐漸來發生吼，伊規定講你咧編預算的時陣，愛有這個。租車的收費吼，包括着運獎啦、甲保險啦，遮的費用，避免工作人員收工了後家己洗車的機會。另外有一個文化藝術獎助甲促進條例，伊有增加一個權益保障的這個法條吼，呼籲事業應該遵守勞動法規吼，電影、電視工作人員嘛愛受到保障。愛用符合產業勞動的需求吼，修法了後，中央主管的機關應該定這個契約的指導原則，讓勞方甲資方在簽約的時陣有規則通好來遵守。第12條講，中央主管機關應該訂承攬委任契約指導原則，包括契約審閱期間。著作權的規定、經濟授權、保險以及其他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權利義務的事項吼，咱來請教教授吼，這的法規對咱拄則所講的問題，實際上具體的幫助是啥？是，實際上吼，這三個法律吼，攏對勞工來講非常重要，吼，尤其是勞基法，吼，因為勞基法是勞動基準嘛，吼，對勞工來講，這是上界基本法律。頭我導演嘛，迄個有講着講，啊，像咱台灣這社會，像遮濟人吼，咱會無迄個使用這個勞基法，因為這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講吼，因為伊無互當作是看是食人的頭路的迄個勞動契約關係啊。哦。啊，是安怎？咱毋是食人的頭路，咱毋是勞動契約。
我个明明就是讲我有出力啊，吼，啊我有领着薪水啊，吼，这有一个对价性，照理应该就是讲食人头路啊，吼，这个原因就是讲吼，咱伫做个企业内底吼，尤其伫一个影视的迄个工作人员内底吼，拢认为讲这是一个包人舌头，这是其实法律上讲这是承认。但是呢，实际上咱看这个伊讲吼，要做啥物工课，你吼有人受到有人迄个指挥无？吼，这照你讲，就是讲你有从属性来讲，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迄个算讲是食人头路雇佣关系啊。是。啊，但是因为呢，就是讲你在迄个做者工课内底吼，因为迄个可能是讲，头家想讲哦，啊我这上班时间较久，对无吼？啊我这吼时间较久，啊搁算加班费。所以吼，定定就是认为讲吼，啊，你这吼，你这唔是所谓，唔是食我迄个头路啊，你这唔是雇佣啊，喏，你这是吼，这个是包我舌头尔，这承认。是。所以吼，因为安尼关系，啊，所以吼，认为讲吼，这个吼，应该就是爱回归正轨，应该就是讲安尼，应该是适用劳基法较对。但是劳基法因为这个迄个工作时间吼伤久，对无？啊，会牵涉到加班费，所以呢，后来就是讲吼，啊无这电领的这个人员吼，会当吼来一个是讲，迄个有一个。84条之一的适用，啊，这个适用法律上有什么意思？意思是讲吼，本来咱这劳基法顶悬吼，有一个迄个正常的迄个工作时间，啊，你也超过，就是应该有一个算讲加班费。加班费。对，啊，你怎么你这84条吼，你就是讲吼，你也有适用，意思讲你就是排除这个迄个加班费的适用啊，吼。啊，当然你对一般的劳工来讲，哦，安尼个足不利啊。但是就是讲吼，最重要就是讲，安尼你敢是应该就是讲吼，从真正是迄个是讲食人的头路的人，这劳工都应该就是回归正轨，应该拢会使用劳基法。啊，你劳基法当然唔是单有加班费尔，劳基法有足侪吼，包括其实另外这事件来讲的59条，你也发生这个职灾吼，啊，你当然就是要有职灾这个补偿的这个问题，吼，拢是雇主的责任。所以就是讲吼，你还是应该就是讲真正是食人头路的。吼，是真正就是讲是劳工的，都应该去使用这个劳基法。是。啊，你也讲真正就是讲这个工课吼较特殊，吼，有当时就是讲你的工作的时间吼，其实真正是较歹按算，吼。84条之一有讲啊，你也是讲是种迄个监督性的，吼，管理性的，啊，搁头我倒演讲的责任性的，吼，这个人员应该就是讲吼，这较特殊，吼，这个是讲慢慢用这一般迄个迄个咱的这个工作时间这规定。咱用84条，吼，安尼就是互因这个排除这个无加班费，吼，所以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吼。但是呢，这个迄个条文哦，嘛是适用伫迄个电影工作人员，吼，毋是伫电视，吼。啊，咱咱这个事件都是一个电视啊，吼。但毋是单讲电影电视，咱佫有足侪其他的跟艺文文化有关系，比如讲迄个剧场，吼，这拢是应该拢讲来思考，到底咱台湾这个社会劳基法的政治啥物货？吼，即系迄个艺文文化工作人员应该来保护，对无？到底是不是敢应该要迄个来使用这个劳基法？啊，你也适用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伫遐较特殊，吼，无好适用，安尼会当来考虑讲，敢是会当来用84条之一？吼，我想这应该是爱转来，就是讲这个劳基法，啊，包括这个相关的这块劳工法令的保护，吼，所以其他你讲这个电视节目制作这个补助。这个要点，因为这点吼，这是一个讲是保险啦。但是讲对这个雇主吼，你对这个特殊的这个迄个吼影视的这个人员吼，敢是应该就是讲一个迄个保险吼，雇主负一个责任吼，莫讲吼，这个你讲迄个开车登记吼，这是一个通勤嘛，通勤发生职灾吼，啊你这职灾这爱有一个保护吼，啊另外这个文化艺术奖助这促进条例，照你讲吼，这是一个吼劳基法吼，一个吼，搁一啦，伊一个因为。保护可能不足哦，啊要来给补充，但是问题就是讲，你想哪不足？因为作者人员，即文化艺术人员，因为无去适用的劳基法，所以你用这个奖助条例哦，你是奖助嘛，吼啊奖助条例，但是这个上介重要基本就是讲，你应该是来考虑讲，敢是应该适用劳基法，吼，这是上介重要的。然后其他的法律呢是来补充，吼，我想这是应该是台湾社会应该检讨的这个部分。敢是讲这个奖助条例要无够硬？伊有法律上的这个强制性无？对，因为这个文化，迄个工作这个条例吼，是一个属于这个文化这个领域吼，这部分的一个特别的立法。啊，这个立法内底有一个条文哦，是跟这个工作吼，跟这个劳工有关系。但是你的前提就是讲，你应该是讲啊，这人员吼，到底真正也是迄个使用是一个劳基法的，伊是食人头路的，伊是雇佣关系的，你应该就是爱回到这个劳基法使用。啊，你无够的所在。
当然会当为这个文化性的这个法律内底，咱搁来补充。但是你袂当本末倒置，讲你无去检讨、去思考，讲这个文化工作人员敢是使用劳基法？结果你用这个文化工作这个条例，当然你安尼补助的这个程度较有限啊。是，咱斗阵来思考吼，安怎互遮的法规吼搁较有力头？咱搁来请教执行长吼，即马有这个84.1条吼，适用劳基法哦，咱讲一个较歹听，咱就爱用啥物方法来预防讲这个业主吼？用别个方法来克开影视工作人员的。其实拄则老师林老师有讲吼，讲其实咱来看这个劳工的这个条件吼，其实咱要看两种，一个是伊个劳动的条件，讲伊的工时、伊的薪水偌济，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伊的职业安全，这是两个大的部分哦。那首先，咱来看讲伊的劳动的条件安怎保护，其实就是拄啊老师讲的，讲咱应该爱互因是纳入劳基法的范围，用劳基法来甲伊保护，伊会确定伊的讲伊工时，伊逐工的那个工时袂当超过偌济，伊的加班费、伊的薪资应该爱到偌济，才会当在适合法律的要件。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职业安全的问题。职业安全其实即马就有啊，就是咱即马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其实伊是不管你是毋是讲你是互人请的无，你若是讲这种包膝头的，其实伊嘛是要求要适用。好，所以咱职业安全的卫生法，实际上是讲伊一定爱去他一定要去遵守啦，所以嘛是即摆为什么会去用法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法已经是一定定在遐吼，所以讲其实咱嘛是爱，我感觉讲第一个是咱这个劳工一定爱先去适用咱的劳基法了后咧，咱拄来做一个补助的，咱就爱看甲这个补助内底的项目讲，你有做甲这职业安全卫生的这个条件无？这个作为一个补助的要件。是。咱这个公共工程啊，吼，咱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工程，伊就有要求讲，你若是在这个你的契约内底有违法的事实，我就你就不能再承包这个公共工程。哦。那类似咱像讲这种补助的物件嘛是共款啊，你若是讲你有违法的，你无做甲这安全的维护，安尼你就是无法度来补助领这样的补助。其实这是两个方式啊。一个是把咱的劳动的条件提升，另外一个是咱来保护咱的劳工，袂得因为咱这个工作的过程内底去受伤，无就是讲去安全的去受到伤害安尼，这是两个范围应该去做的代志安尼。啊，即马敢有啥物自我救济的管道？其实我嘛是感觉讲，咱工会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就是说。不论说你是那种红请，还是种外包的这款的包膝头的劳工，其实因嘛是拢爱去签约嘛。我是感觉讲，咱来透过这种工会的力量哦，去议价，咱个人的议价是其实做困难的，因为你讲你不爱签，我去换一个人就好。哦，因这个圈子嘛就小，它很有可能被封杀。但是若是讲大家的条件是定在一个基础上，你。用这个条件，你是请无人的，好，咱用工会去议价的能力，然后大家拢加入这个工会，伊若要用这个条件要去请这个人，其实爱工会同意才会使。我是感觉咱爱用搁较大的力量，安尼咱就唔免去区别讲这个人是讲伊是承揽的，还是讲伊是受劳基法保护的。其实咱工会的力量用这种集体的力量去做协议，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方式，爱去让甲咱的这种制作公司去做议价的一个条件。是，导演，你伫这个实务的经验吼，即马工会会当做会到什么款的帮衬？我感觉讲吼，即马为拄啊大家讲到的这个法条，其实工会拢有咧做，但是工会即马上爱推动的吼，应该上主要就是吼。大家拢爱要加入工会哦，这件代志哦，伫台湾社会哦，其实足少人去注意到这个代志。是，因为你人数若无够的时阵，你要去甲人谈判的时阵吼，其实个力量吼足少的啦。是，而且台湾的工会吼，咱讲实在，台湾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其实拢足乖的，拢足认命的。
哦，啊，就是因为伤人命，嘿，就是因为伤人命吼。我记一个例吼，这足悲惨的例吼。咱比如讲，莫讲这摄影棚内底，其实咱遮嘛是一个摄影棚嘛吼。摄影棚的内底吼，我先莫讲啦吼。咱讲外景的，咱出外景吼，啊一个拍摄影的队啊，安尼出去吼，其实上忝的吼，一定拢是上少年的助理。哦，是。伊拢要去摄影趁遐个经验嘛，毋是要趁钱，大家拢是一个热情来。哦，要学习就对。要来学习的。是。所以伊拢啥物代志、啥物佚头，伊拢要做。啊，莫讲伊家己有这个热情去做的时阵，啊，你安尼规工安尼操落来吼，比如讲14点钟、16点钟，你袂忝吗？迄任何一个人拢会忝。但是哦，咱要转去台北的时阵哦，你想看觅，什么人咧开车？助理。哦。也是助理，上忝的迄个，上忝的人咧开车，是，你想看觅，安尼敢袂出代志？但是，咱为这个成员来讲，比如讲这个助理，还是这个师傅，你去问吼，你一问你就知影讲，因拢无参加工会啊。哦，所以因拢无这个概念。啊，拄啊，这个小姐讲得真好，咱做工课吼，有一个最基本的代志，就是第一安全，因为足侪人坐办公室本来就足安全的。但是你伫外口，比如讲你伫工厂，伫外口咧做代志的时阵，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对，比趁钱搁较重要。趁钱是假啦，安全是上重要。完成这个工课是上重要。是，所以无加入你工会，你就无这个概念的时阵，安尼工会有重要无？我是感觉真重要。所以工会即马定咧做的代志是推广，吼。推广，大家要先莫去想什么代志，先推广讲，咱做这个工课上主要的第一有安全。啊，即马我一定来提出来的是，你有退避权。什么叫退避权？你若感觉这工课有危险的时阵哦，你来撇。哦。你来拒绝。是。啊，那你的头家呐，因为安尼甲你扣薪水的时阵，你会使对官方还是对？工会来申诉，是来讲。你拄则讲，侪人无加入工会吼，伫即个产业内底，敢有中间人无爱即个工作人员加入工会，还是讲大家毋知呢？这足歹讲的吼，应该是讲哦，台湾这个社会吼，足侪人吼，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做工课的时阵吼，就一直想要出头，想要出头，因为看到头家哦较轻松，哦，所以伊就想要做头家，是，吼，所以。伫这过程内底，伊咧一直咧做势头啊，等到有一天伊当做头家的时阵呢，伊就要去做头家。但是呢，各行各业，包含我即摆咧做这业的，自头到尾吼，拢无甲你教过讲吼，你要安怎做头家？哦，无是。所以，咱做头家、做企业主的观念哦，足宝的。是。什么叫做合格的企业主？什么叫做合格的头家？我别行莫讲，上主要你来注意你的员工的安全吧。哦。但是咱足侪头家，台湾足侪头家对这件代志，咱讲一个较学术的，就是社会成本啊。哦。因对社会成本的这概念哦，足少的。哦。但是伫国外，我比较起来，国外的企业主哦，因对社会成本这件代志哦。足重视的，是。但是台湾的这个头家对社会成本的这个概念较少，是。伊敢想讲要紧来变做头家，较快活，是安尼。哦，咱台湾人吼，伤骨力的，大家哭拼吼，无想到爱顾别人，甲顾家己安全甲权益。咱即摆来看外国这个影视产业人员的这个劳动的状况吼，伫美国伫好莱坞的工会吼，因有足久的历史吼。规个从业人员几若10万，因有分工，票房有分红吼，实在安全制度有健全，而且佫爱有保险，才会当开始来拍片吼。伫南韩是有财团长期资金来支持，啊，即摆因是真做亚洲影视的这个龙头哦，因制作进程吼会成评估。票房的收益差不多，这个高
根据估计收益4成来做伊的这个摄影的制作的预算吼。2018年韩国有收因的劳基法一礼拜工时为68点钟变做52点钟吼，而且文化体育观光部订定这个契约吼，普及率有到50%。另外，伫马来西亚，咱就看到这是较歹的环境吼，因用哈利坞的这个制度吼，逐工用12点钟做这个结加到12点钟啦。疫情总是有影响到这个工作机会吼，侪人员即马要失业吼，咱看到台湾都是确定这个资金的规模了后吼。这个制作公司为着要趁较济吼，就减少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预算吼，这个地书工时长，伫在安全观念确保以及欠薪者的事件吼，也就是咱讲产业的制度这个无调整啦。咱请教教授吼，这款的状况为法律面顶会使安怎来改变？是。咱来为这个世界上吼，咱对这影视工作人员吼，迄个保护来讲吼，有2个赞处啊。第一个赞处吼，就是头久啊吼，执行长啊个迄个导演讲的，咱为这个工会吼，工会这个角色吼，会当透过伊的迄个工雇主的迄个协商，对无？吼这部分当然会当以迄个保障伊的劳动条件吼。但是这个赞处上较重要就是讲吼，你这个吼工会会加入以外吼，上较重要就是讲你这个工雇主这个协商。这协商吼，爱有法度吼，去工雇主吼有一个成果，吼，就是讲，所以你的协商吼，别带吼出现一法规吼来限制协商，吼，这协商这个权利非常重要。啊，第二就是讲，你这个协商吼，你这个迄个内容，吼，你应该就是互工会爱了解，有啥物款的内容，来互提高你家己会员的劳动条件，吼，所以就是讲，工会伊这个组织当然重要，佮有工会伊这个协商权。吼，这应该就是爱个好个保护，吼，别当互伊个限制掉的。另外第二个赞处就是讲，除了工会以外，吼，就是讲足侪国家吼，其实伊这个工会发展毋是遮尔紧，像台湾就是，所以吼，这个国家这个角色吼非常重要。吼，这国家吼，伊这扮演的这个角色吼，就是讲吼，我就是讲吼，爱所有的这个劳工吼，爱有一个上介基本的这个劳工的这个保护，这是咱讲的一个劳动的保护基准呐，咱台湾这个基准上介重要就是劳动基准法，吼，所以这个影视这工作人员嘛是同款，吼，你也是真做一个劳工，吼，你应该就是受到国家上介基本的这劳动条件应该有的保护，吼，所以我头讲是讲，你应该去思考这个劳动的这个吼，迄个人员敢是有一个使用这个劳基法，吼，像咱这件咱这事件来讲，吼。实际上吼，头个迄个执行长嘛讲，佫是一个为这个职业安全这个制度有关系吼。所以职业安全卫生法吼，这个主要就是佮你强调，就是讲吼，你国家要求你这雇主吼做头家的人，应该伫这个吼相关的这个职业安全吼，就是讲人喺做工课这个过程内底，你应该是爱注意讲安怎保护这个劳工伊的生命吼，伊的这个健康伊的安全吼。所以你也危险的工课，你个爱有一寡吼迄个吼封闭的迄个一寡。装备应该有吼，结果你也无，这就是应该国家就是爱罚这个雇主，你若无尽这义务吼。但是这代志发生了以后要安怎？咱就是对这个不幸的这事件，这劳工爱有一个保护，爱有一个救济吼。所以这救济的条文吼，受劳基法59条嘛有规定讲，爱有一个对这个吼，这个发生这个工作伤害，这劳工爱有一个保障吼。所以你也毋是这个劳基法这个内底适用的劳工。你个无即个劳基59条即个保障啊，吼过来你嘛有可能就是讲，你毋是劳工，即个头家要甲你吼加入即个保险，你嘛毋是即个劳灾保险相关法律即个所谓迄个加保者，毋是加入保险的人，所以你连即个保险的即个权利嘛无，吼，所以就是讲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吼，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雇主的义务，但是即个义务吼，包括伫劳基法，吼，这嘛有关系。所以这种劳基法，这个劳动条件保护，跟职业安全卫生制度，这是联动的，吼。所以头久我嘛讲就是讲，像迄个头久啊，利用咱做者迄个影视迄个工作人员有无吼？伊是讲，是咱来讲
这种会自在，因为就是工作时间伤长嘛。对。你工作时间伤长，你就是会过劳嘛。是。所以你过劳，你当然你个无注意嘛。所以有可能就是产生一寡，比如工作上吼，就是讲，比如讲迄个吼跋倒啊、受伤啊、什么货啊。所以吼，这就是讲，你也无一个迄个劳基法的适用，你这个工作时间你无甲伊限制。所以吼，你就是讲我呢就是连这个薪水吼，我拢无保障，我个拼死嘛想要加班。我加班工作时间长，我有这薪水，但是有可能就是你你袂砍钱，所以你袂砍钱，你当然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工作上的伤害啊。所以这部分就是讲这个是安怎讲，咱台湾这个影视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足侪佢认为讲你是包人膝头啊，你这毋是迄个真正所谓迄个劳基法的劳工。所以包人膝头，你就是爱包足侪工课，所以你工作时间你会足久的，这么发生了这个工作伤害，你佫毋是劳基法的劳工，你佫无59条保障，你甚至连这个保险，保险法，这个劳灾的劳工保险你拢无适用，你嘛无借迄个职灾的保险来给付，所以你个拢无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这个真正迄个产业影视毋是讲即届事件，这电视包括电影，佮其他影视文化工作，咱整个这个劳动的政策，包括对雇主的职业安全卫生应该义务，这拢应该是一个检讨。是，多谢。